讲到这监察院公务车的风波继续伫咧逼，新北市机关林国春就也讲，监委林旭荣用公务车伫公务时段以外接送亲友去到机场，下晡也去到北检告发。那这监委林旭荣伊是无要出面回应。 新北市员林国春下晡到北检指控监察委员林旭荣涉嫌乱用公务车，伫监察院秘书长李俊业涉嫌乱用公务车接送爱犬去做美容。监委所列经济公务车看起考了后，监委林旭荣嘛好亲像用公务车，伫非公务时间也加非公务用途接送亲友往回机场。可以用公务车来载狗吗？可以用公务车来机场接送吗？ 这完完全全违背了中华民国我们公务人员的观瞻。公车适用是要负起法律责任或行政责任的。林国春质疑监委应该有国法权的道德标准，这种行为若伫地方公务人员身上发生，早就记告、定处，还是移送法办。嘛话讲林旭荣讲好清楚，实际打电话予监委林旭荣出稿前，拢还未得到回应。你的电话已转接到语音信箱。 你尝试联络的对象目前无法接听。监察院公务车使用风波引起社会观感无好。那为吴宗宪后礼拜一要伫立法院司委会排定防止公务员渎职的宣布。头一个邀请列席名单就是监察院秘书长上尊李俊业的意思正重。立委吴思瑶认为该检讨就检讨，不过外界嘛关心监察院敢会立案调查。 这个是涉及事务，要怎么立案调查，我不是很清楚。对于这件事情，我们也是看公告，好，所以知道的不会比各位多太多。叶台华嘛进一步表示，因嘛是看到公告才知影，详细情况未比外界知影搁较侪，一切尊重。相关的问题也是爱问监察院副院长李鸿钧。目前就是为6月初2开始到卸任，拢未有个人公务车，出公差会做伙坐公务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